上来的，说是一定要亲自交给你。啊，放这吧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先出去了。嗯。贺锦熙，哎，你看他怎么捡的啊？放错了。哟，露露，这是外面有人送来，指定送给老夫人的。啊，你先去吧，我送去。哎，我来打扫卫生的，来擦桌子。锦熙，哎，昨天干嘛去了？昨天和一个朋友出去啦，我们是跟你说过了吧？去哪儿啊？咖啡厅。什么朋友啊？闺蜜。真的吗？对呀。这是什么呀？顾局长，这些照片是怎么回事？我昨天确实是和上面这个人一起出去的，去的咖啡厅，可是我们是去谈事情。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睡着了，醒过来的时候已经11点了。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，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贺锦熙，你还在撒谎？去咖啡馆睡到半夜3更，骗谁呢？骗小孩吗？我没有撒谎。那你刚才说是闺蜜，照片上明明是个男的，男闺蜜。贺锦熙，我真没想到你表面上是一个纯情少女，实际上却是一个荡妇。顾局长，你说话注意点，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。